生命有可能伫咱无啥共款的阶段，咱拢会面对各款的艰难。总是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上帝的气力、甲智慧，甲咱做伙伫地。伫咱今仔日特别有邀请基督教调浸会的林金华牧师来讲道，然后伊伫伊的讲道上尾会带咱做伙来回应一条诗歌。然后这条诗歌我要请光荣牧师斗相共吼，要协助咱来吟，因为这条诗歌是华语的诗歌，咱中间可能会有一寡人毋捌吟过，所以这条诗歌但是真有意思的歌词，伊咧对咱讲，咱应该知影，当咱将家己献上的时候，是有上帝所赏赐的阳光，甲咱做伙伫地。我先来吟一遍啦吼，内向吟的会当甲我做伙吟哦。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对头来哈，从头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我知影在座有一寡时代可能感觉迄个，咱真少会讲直接说我爱你这款的话，咱会感觉迄个伤直接。总是有可能有当时啊直接嘛袂歹。咱透过直接上帝讲主啊，你是我所听，我的性命。要交伫主你的手中。虽然咱的性命有真侪坎坷，总是上帝的气力就要甲咱做伙伫地。咱搁对咱安尼就好啦吼。然后这条歌是咱今仔日来回应的诗歌，所以到时阵咧回应的时阵，我想金华牧师应该会邀请咱大家嘛徛起来做伙吟这条诗歌。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请咱陪伴咱的心。咱礼拜尾来开始，请奏乐。
着趁上主找会着的时，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叫伊。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因，着归向咱的上帝，伊要宽容赦免因。圣诗，咱三甲来念圣诗学咯。圣诗第505首。我要重视，会将这起立念全首。请大家议员徛伫，做伙来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要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王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文第50篇，伫圣诗的后面，我来启，请会众来应。至愿上主的神临到我，在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的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
伫失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最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来报赏，因的后代你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三角做伙来祈祷。享受稳定甲自爱的天父上帝，受你竞选得到稳定的正经理，来到你的圣殿，同心合意做伙来敬拜你。这礼拜，阮邀请林牧师来加你的圣殿，你要透过伊的喙来教示阮，求主用油抹伊的喙，求主的灵甲阮同在。来感动阮的心，阮要祈求上主保守看顾阮兄弟姊妹中身体病痛，求上主你的医治，出外旅游做工课求学，也祈求上主赐福因出入平安。阮要学到教示阮的上主，阮要常常敬奉你，伫阮的面前。因为安尼，阮的心欢喜，阮的心快乐，阮的肉体要安尼徛在，求上主将活命的道路指示阮，因为阮知，伫你的面前，阮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愿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乐，要成做上芳的祭。献上互你，愿阮所做的一切，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做三角来看上帝的话，马太福音记载伫第9章35节。我来读。耶稣行头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你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伊看到遐尼大阵的人，就可怜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修行的真济，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就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第10章第1节，耶稣召集伊的12个门徒，互因有权柄通赶邪神，医治逐款的症头甲病痛。学老，请圣歌队来学老，你有备何种的宴席？你有备何种的宴席？
正道，这是请基督教救助协会第一理学院林金发牧师来正道，题目是宣教甲工人。这样听得到吗？可以啊。好，所以咱来看耶稣伫咧地上所做的代志，因为咱知影耶稣是天国的宣教师，所以来到这个地上，来做伊伫咧天国宣教师伫咧地上要做的代志。所以咱嘛学习伊伫咧地上所做的普世的宣教的做法。所以咱拄则伫咧读的35节内底咧讲，耶稣行头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因为耶稣当时是用行的，所以伊用行的大部分的时间伫咧加利利这个所在活动。咱知影1903年莱特两兄弟伊发明了飞机了后呢，国甲国的距离缩短人甲人的距离呢也缩短了，所以每一个人若坐飞机出去的目的拢无啥共款。有人早期的时阵，咱看到咱台湾遮侪人坐飞机出去是做生意那即摆呢，有人坐飞机去探亲，嘛有人坐飞机去旅行嘛有人坐飞机去读册所以咱来看耶稣当时伊用行的，伊用行有啥物款的目的呢？第一个目的，咱拄则伫经文内底有看到，伊家己的会堂内底教世人，会堂内底教世人，咱今日嘛学习耶稣的模样伫身上来学习，亲像咱
大人咱今日的主日聚会，儿童的聚会，或是主日的讲道，这拢是咱看到为耶稣身上所留落来，互咱来学习的所在，就是伫伊的会堂教世人，所以咱今日嘛做这款的代志。所以第二个目的是啥物呢？传天国的福音。那天国的福音的内容到底是啥物呢？咱知影，伊是天国的宣教士，所以宣教士来到地上，伊来宣誓伊伫地上要做的代志。所以宣誓伫地上要做的代志呢，那内容到底是啥物呢？耶稣伫开始要出来传道的过程中间呢，伊已经宣告天国的信息福音的内容，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安尼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散请人。伊差遣我宣布受凉的得到头发，无看见会得到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这就是天国宣教士伫地上伊的宣誓，宣誓了后，伊就开始做伊要做的工。所以咱看到这是耶稣伫地上所做的第2项的代志。伫地上所做的第3项的代志是啥物呢？所以咱来看四福音书内底，那你去看的时阵，你有看到耶稣常常伫有需要人的身边，无论是伊去就近人，也是人来靠近耶稣，所以耶稣拢来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症。这就是耶稣伫地上所做的第3项的代志。我们说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症，就是耶稣用伊的权能来服侍。所以咱今日的教会，咱嘛是伫咧学习耶稣的教示，用权能来服侍。伊互伊的学生伫伊的身上，嘛学习到这3项的代志。伫门徒后来因传道的服侍中，嘛有真大的帮助。咱今日嘛是做这3项的代志。但是圣经内底呢，所记载，拄则咱看到，36节伫咧讲，伊看到遐大阵的人，可见马太伫咧记录耶稣伊伫地上所做的代志的时阵，伊看到耶稣大部分的时间是离开当时的会堂，甲众人斗阵，所以马太才会记载着讲，伊看到遮大阵的人，因为当时的教会就是犹太人的会堂的人无需要受罪，只要一个人加上一个主领的人，所以伊的教会人数只要11个人就会当啊。因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所以伫庄社内底聚会的人无需要受罪，所以10个人就会当啊。所以犹太人你若去研究的时阵，因照着圣经的，因读圣经，读摩西五经，所以摩西五经内底伫记载所以教会内底99.9%的人拢是义人，对吗？我们都叫做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呢？也就是亚伯拉罕为所多玛、蛾摩拉求所以从50个，然后一直求了好几次，到最后面剩下10个。上帝，你要不要毁灭这2个城市？但是我看到上帝有听到有看到，所以上帝呢暂时没有毁灭这2个城市。所以咱看到犹太人就照这个方式然后过因伫聚会的时间，人数的最基本的，就是10个人就是啊。所以加上一个领会的人，所以因当时聚会的人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多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内底马太才会记载着讲，耶稣看到遮大阵的人，所以遮大阵的人会伫咧倒位咧，就是伫会堂外口的人。伫咧会堂外口的人，以今仔日咱的教会的模式来看的时阵，
就是伫咱教会以外的人，就是咱教会以外的人，所以耶稣离开伊的会堂，到众人当中，伊看到遮大阵的人，就可怜伊。所以圣经内底有记载，就遮济神迹。就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太高的人，就是麻风病人，伊来恳求耶稣，跪落去对伊讲：你若肯，会着互我清气。耶稣满心的怜悯，伸手甲伊摸，讲：我肯，互你清气。伊的麻风呢，即时就无去，伊就清气啊。所以咱看到伫咧圣经内底有看到耶稣看到这太高的人伊着病，耶稣看到伊来求紧耶稣来求清气，耶稣用伊的宽容讲你清气吧，所以伊就清气。但是耶稣安尼讲正经呢，圣经内底甲咱讲，伊伸手去摸伊那麻风的病人就亲像咱这几年来咱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一样，着病的人会隔开众人拢足惊甲伊斗阵，因为惊畏着，所以呢，伊的人甲人的关系无啥好。即款人需要互人的接纳甲帮助。当耶稣看到伊的需要的时阵，耶稣可怜伊，伸手甲伊摸。耶稣嘛是人所以人甲人只要有接触的时阵，都有可能得到即款的病。但是耶稣看到即款病人心内的需要，伊需要人的接纳，但是耶稣更看到伊的需要，就是伊会当过正常的生活。所以耶稣用伊的宽容吩咐这病为他从他的身上完全的被医治。所以咱看到耶稣看到一人就怜悯伊。所以佫有一届，耶稣看到伫一个城，耶稣准备要入去一个城叫拿因城。准备要入城的时阵，伫城门口拄着这个寡妇，当要将伊的后生送去，咱即马讲的也许叫灵骨塔吧。咱即马没有办法土葬所以都准备追思礼拜完了之后，要送到灵骨塔去了。所以呢，就是送殡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所以这队伍呢，跟耶稣的队伍呢，相遇在什么城门口？相遇在城门口所以耶稣伫城门口呢，拄着一个寡妇，所以耶稣嘛帮助这个寡妇的需要，互伊的囝儿呢，为死都活起来因为寡妇圣经内底甲咱讲，这个寡妇伊独独的囝儿煞死去，所以后世人呢，生活无活去，所以耶稣看到伊心内的苦情，所以耶稣怜悯伊，可怜伊，所以吩咐伊的囝儿呢，死去的囝儿从死里能够复活起来，所以解决了这个寡妇后世人生活中的需要。所以咱看到耶稣，佫有一届嘛看到囡仔人的需要。耶稣看到囡仔人需要，有人带囡仔人来看耶稣，请耶稣为伊来祝福。但是伊的学生呢，主动囡仔呢，坐时间袂当伤久坐着3分钟就开始就开始这边动者，迄边动者，无像恁家的大人坐在家哇一动不动的，你们都坐着很淡定但是小朋友呢没有办法这么淡定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咱教会我唔知咱教会主日学是咧几楼？9楼所以咱就要辟一个主日学教室然后囡仔人去教室内底，还有老师呢带因来学习圣经的故事来听耶稣的道理。咱大人呢都安安静静的坐在遮来听。所以当时的门徒可能嘛是安尼惊囡仔人吵着所以呢，伊就主动囡仔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过安尼，耶稣看到这款的状况的时阵，耶稣讲了一句话，讲：互囡仔人来到我遮，唔通甲因主动，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所以耶稣嘛看到囡仔的需要，嘛看到这款倒一款人
有需要的。伫咱生活中，你有看到倒一款人有需要，所以生活中有动机的人哦，就是上有需要的人。所以咱要为生活中去找，有人会主动来找你，嘛有一款的状况是，你知影别人的状况，你愿不愿意去就近他呢？都亲像耶稣同款，靠近伤心的人，怜悯他。所以咱要为生活中去找找，因为耶稣是常常离开会堂，就是教会，看到因的需要，就怜悯你，因为因困苦无人照顾。所以马太讲，因困苦无人照顾。什么叫做困苦咧？无人照顾，就是无望、无喜乐、无生命的方向，敢若亲像羊无牧者同款。所以羊需要一个牧者来引带保护，互因出力有草食，会着供应因的成长。所以牧者的责任就是甲羊饲甲肥足足所以咱教会有2位遮好的翁仔某牧者的翁仔某伫遮牧会着所以伊要甲恁饲甲肥足足所以甲恁饲甲肥足足所以甲恁饲甲肥足足会当做啥物咧？会当出去征战，毋是嘛？会当出去征战，所以生羊的责任伫谁的身上呢？是伫咧羊的身上。我们说生养众多，不是嘛？所以生羊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在羊的身上。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主羊的人，对吗？所以呢，生羊的责任在羊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生养众多，也要生养众多，不是吗？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所以咱嘛感谢主，互咱教会的牧者来牧养咱但是最大的牧者就是咱的耶稣基督，咱嘛靠着耶稣基督咱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甲困苦咱嘛用伊的眼光来看我们身旁周围的人。但是咱看到耶稣伫遐教示伊的门徒，耶稣嘛做伊该做的代志。但是咱看到马太伫遮嘛记载耶稣嘛提醒伊的门徒。所以圣经内底第37到38节内底就安尼讲，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收成的真济，做工的人真少，所以咱爱祈求管收成的主派工人去收成。所以咱看到这几年来咱台湾的政府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的政府咱拢看到伊不断引进外籍的劳工朋友来到咱的台湾。那遮的劳工朋友呢，来到咱的台湾呢，来帮助咱台湾做一寡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工作，就是建设咱台湾的基础建设。所以咱的基础建设那建设好势的话咱的台湾的国力才能够被提升。所以呢，这个月是6月份，6月份从6月1号一直到6月还有一个礼拜六，从6月1号开始的礼拜六，一直到这个礼拜六，我一直都在南北两地跑但是当天来回。你看高铁，然后高速公路，然后我们有看到快速道路，所以这些拢是遮的外籍的劳工朋友伫咱台湾所奉献出来来帮助咱，来让咱的国力能够提升。所以咱妈妈带着这样感谢的心让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然后打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所以咱需要外籍的劳工朋友来帮助咱台湾的工人朋友呢，咱台湾的工人朋友呢，我讲因伫咧做一寡运动呢，做什么款的运动呢？叫阿妈棍运动。什么叫做阿妈棍运动呢？就是看到，就是亲像我安尼共款，因为我爱看到头前的荧幕所以有当下我要抬头看一下，然后我要低头看一下，因为呢，那个荧幕上面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绿色的不是蓝色，绿色，所以看盘嘛，不是嘛，
所以有人在那边看盘了，所以呢，很多人吹着冷气，然后在那边看着荧幕的盘了，所以他们在做一个叫做脖子运动，所以红的哇非常干净，绿的呢哇，就惨绿的就头低下来，所以我说叫做阿妈棍的运动呢，叫做阿妈棍的运动哦。所以咱看到台湾的工人因为投入股票的市场所以因伫遐对着股票市场的起起落落呢，伫咧做即款的运动，所以无伫咧固定的工课内底，所以咱的政府需要引进一寡外籍的劳工，所以咱看到政府安尼做，咱会看到咱的教会咧，咱看到咱的教会呢，这几年来，因为咱教会的基督徒，无论是台语的还是华语的教会，咱看到基督徒的拍拼做工信徒的比率为2%直直成长到6%，但是还佫有偌济趴数的人无伫咧教会内底，还佫有算的还佫有偌济趴，还佫有94%的人对，还有94%的人。所以94%的人还未入到教会内底，可能有人嘛，有世人嘛唔捌，有人甲伊讲耶稣是啥。所以这94%的人也无信主，也未入到教会内底。所以咱想到这94%的人，你有看到这个福音的合场是非常的大。所以咱来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所以咱求主来差遣咱去爱修行的，这个修行的什么工课，所以阮某这烦恼我呢台语讲了恁听无，所以讲到这为止，台语听有无？还可以啦所以我佩慈说。我要今天，然后你要讲台语因为我跟贝慈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很久了，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所以感谢主，所以甲宝叔做点伫遮牧会所以都有老朋友，所以你都不是讲国语的嘛，怎么讲台语？我说我操练一下这样子，所以到这为止还佫听有啦所以感谢主所以咱来求主差遣咱出去修爱修行的工课所以你有想到讲，咱要安怎来做爱修行的工课咧？所以呢，咱来修行呢，咱来看到什么？别人的需要，咱来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个需要伫倒位咧？所以咱有当时咱看到有一个兄弟姊妹有时候对那个宣教有太大的负担，所以他去了7大洋5大洲但是呢，有一州忘了去了，多一州咧，叫做4州，4州忘了去了所以呢，咱看到别人的需要，爱为倒位开始咧，就是4周围就是为咱的4周围开始咱4周围的人，小等下咱聚会煞，你就会看到4周围的人，这个人可能伫你的社区。可能是你的厝内底的人，可能是你职场的人，所以你有看到因的需要无？就怜悯伊，就像耶稣共款。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所以咱需要该来祈祷，互咱有啥物咧？所以路加福音嘛，安尼来讲路加福音第一章第17节讲，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伊会互伊父母甲囝儿和好，互病逆的人转向来对义人的意念，互子民准备好势，通迎接主。所以咱看到这第1章路加第1章第17节是讲到施洗约翰的使命，所以施洗约翰来到这个地上的时阵。也是带着使命的人，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是讲到施洗约翰，但是相对的也是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为主来预备什么道路的人。施洗约翰
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我们也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伊的工作做了的时阵，伊转去指定伫右手边，不断为我们祈祷所以将这个任务呢，就传落去。所以咱看到伊嘛将这个任务呢，慢慢传落去。施洗约翰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咱看到这段经文内底，你若真少来看的时阵，我用小字有不同的颜色的字把它框出来。所以我们也看到总共有3个行动。那这3个行动的指引呢，嘛是阮但以理学院我们所强调的所以今天我看到我几个但以理学院的学生恁教会内底伫过去伫阮学院内底学习我看到因拄则来甲我拍招呼，感谢主，因还阁伫教会内底，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啊，如同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见信一样，阿们嘛。所以我们要照着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去做，不是吗？所以我们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一个他还会再来，所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为没有预备好道路迎接他再来呢？所以这条路从哪里来预备呢？所以从我们的家开始来预备。所以咱要有一个爱家的什么行动，为咱的厝开始。所以咱的厝内底的人的关系爱和好，咱要有多一点的互动多一点的关系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归主的行动就是传福音的行动。所以你若唔知要安怎传福音呢？稍等下我会介绍但以理学院，阮就训练大家安怎来传福音，然后安怎来离开咱的教会来去关心人，然后将人带到教会内底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归主的行动。那第3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行动。所以咱的生命呢，能够成长能够茁壮，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带出生命来，生命呢影响生命，然后活出那个生命的色彩来所以我们整个但以理学院呢，我们就在这3个行动的指引当中所以我们在训练的就是在做门徒的训练所以就是来训练大家安怎来报道安怎来造就大家做一个门徒。所以咱千万唔通做教徒，所以咱为信徒爱做门徒，最后爱奉差遣做什么使徒，就像保罗先生安尼讲法所以千万唔通做什么做教徒。所以呢较早呢师母的角色都是常常会敲电话都是常常会点名伫后壁就点名多一个兄弟无来所以马上敲一个电话回去，后礼拜歹势，所以伊就来迄叫做什么？迄叫做教导了叫了才会什么来所以呢，咱爱正做什么？主的门徒不是嘛？所以门徒就爱做主所做的代志行主所行的路所以咱来训练大家，正做一个门徒，最后会当奉差遣为咱的教会差遣去到咱的生活中然后为主来做得人的工作。所以阮但以理学院呢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会有35堂课那我们在做门徒的训练跟造就所以我们也慢慢就会进入到第2个阶段的课程。那第2个阶段课程呢我们讲训练这些门徒能够往那个辅导的学习所以我们栽培塑造一个对的辅导对的辅导，他也需要传讲真理，他也需要什么关心人。那关心人的最基本的技巧方式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在当中课程里面我们有不断的学习。那除了学习之外呢你所听到的所做的，我们还要分享，不是只是一直在学，而是学了以后就要去行听了以后要去行，起而行。所以我们有6个课程是个案分享，所以就是分享你在课程当中所领受到的，那你怎么样在生活当中，你也许跟家人的关系
跟你在职场社群当中，跟邻舍的关系到底如何？你怎么样成长？你做了什么事情？或是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感受到什么？所以让我们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有6个课程，每个阶段都有6个个案分享的时间，所以让我们一边学一边做，然后一边分享，然后一边去领受。然后另外我们还有熟练但以理卓越的职场课程，总共也有13堂课的内容。所以我们谈到了就是咱做基督徒的品格，在咱的工课中，咱安怎将上帝伫咱内底的快乐，会当借着咱的职场，咱会当把它深化出来，所以让我们的品格，让人看见我们是属神的人，工作的能力，还有工作的态度，还有你对神的那个信心，就是敬虔度到底如何？所以我们有13个课程也放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加起来需要2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要2年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是1个礼拜只上1个晚上，所以感谢主，让教会出去建造应该是教会出去分堂你们是母堂嘛，他们是分堂你们生出来的迦南长老教会，所以阮上课的所在就是迦南长老教会，所以这里的几年来迦南长老教会场地一直让我们在那边使用，所以感谢长老教会恁无弃养阮所以把场地借给我们来使用，然后让我们呢可以来装备训练这些门徒们然后让他们成熟了之后，能够回到教会里面，然后跟牧长一起的来服侍。所以阮行业内底这学生伫咱教会内底服侍好无？我叔讲好。所以你们很棒，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感谢主所以咱看到咱伫咧训练的中间就是报道的基本的概念熟悉个人安怎来报道咱来做一个门徒门徒该安怎来受装备然后门徒很重要，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到底安怎所以咱呢不是只有做工上重要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第2个阶段就是了解你关心人之外，你还需要把上帝介绍给他们上帝介绍给他们，所以我们有一些基要课程的真理的传讲，所以不是你感觉哥哥你知尔所以从你知所了解，你会当讲互人听互伊会当明白互伊会当知影了后，伊会当入去教会内底所以咱在这场内底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来所以咱呢嘛爱有那种辅导的基本的技巧所以咱呢有个案在那边研讨然后我们也爱注重我们的婚姻关系，所以咱都要讲爱家行动，所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也安排了许多婚姻的课程所以帮助来到阮行业内底兄弟姊妹他们要看重家庭的关系，要看重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们上课地点呢在桃竹苗地区有3个上课的所在第一个就是咧桃园伫咧拜2暗时6点半到9点半所以咱为敬拜开始，祈祷开始然后再进到课程当中的学习，所以每个地点做法都一样，只是上课地点不一样。所以桃园是在迦南长老教会，那新竹就是伫阮救助甲福音的办公室中立呢也是浸信会在民族路那里，所以我们嘛感谢这2间教会这20几年来一直互阮使用迄个场地来造就装备差遣工人所以加嘛感谢教会的支持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说要化心动为感动。假如你想要来报名但以理学院呢，我们这里等一下主会说你也当摕这报名表，一个是纸本的报名表，那另外一个呢
是网络的报名表，你可以扫描 QR code， 然后就进到报名系统里面，然后填报名资料。所以你报了名呢，那我们会面谈，会联络你面谈，但是面谈呢，我们不会考圣经知识，也会问你说你圣经呢读完了一遍了没有？我们发觉来我们学院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啊，有些人圣经啊都还没有读完一遍呢，真实的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可是呢，这2年当中，我们一定想尽所有的办法哦，让你呢圣经呢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一遍，想尽所有的办法，一定要帮助你把圣经读完一遍。假如你没有读完圣经一遍，你怎么知道说你认识神呢？神他已经很清楚的把他的作为恩典然后他的赏赐的平安喜乐都在他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期待来我们学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然后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够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跟日子所以呢我们学院里面不会考试但是我们需要面谈。所以当我们面谈的时候，我们了解你的生活或是你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呢就会借着对你的了解，然后我们在课程当中然后我们呢会多一点的关注然后来帮助你怎么样让你的学习更有果效一点所以这是我们学院的做法所以期待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里面，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有人在安尼讲讲咱若真做基督徒咱一生通用2字来说明第一个字呢就是来所以圣经内底嘛安尼讲如果怎么讲对重大的人拢着来我家，我要给你安息。所以这句话念得对吗？对。所以呢，耶稣对咱有一个呼召，就是来到伊的面前，不是吗？就是来到伊的面前，那互咱有得到安息。那得到安息是要做啥物呢？就陪伴咱来出去的，陪伴咱来出去的。所以去要做啥物呢？你就去招万民来做啥物？不是做信徒的，不是做教徒，是爱做主的啥物？门徒对无？所以你会当伫人的身上，你所关心的人，你会当做啥物？但是爱做门徒之前呢，爱互人真做啥物？信徒不是嘛？爱互人真做信徒，然后生命改变，上帝的信心伫伊内底，互伊愿意真做主的啥物？门徒。然后最后奉差遣做使徒所以咱真做基督徒，咱一生就会当用这2字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所以咱为倒位出去咧？咱爱为咱的教会，咱爱为咱的厝内底，爱为咱的办公室，就是咱的职场，也是咱的社区，去招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所以当你出去的时阵呢，有人就安尼讲所以你要带着事后事后第一好是啥物呢？面皮爱厚你的面皮爱厚。所以呢，传福音不是技巧的问题，传福音关心人是要面皮爱厚不要怕被什么拒绝不要怕被拒绝。那第二厚是啥物呢？是你的腹肚皮爱厚。在咱的华人的社会里面跟西方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华人的社会有很多的信仰群体，所以我们要彼此的什么接纳、尊重，我们才能够走得长远所以我们的肚皮要腹肚皮爱高都接纳、包容不同的信仰的朋友们不要道不同不相为谋，然后一辈子都不跟他亲近所以我们的肚皮要什么够厚那第3厚是什么？就是卡达夫爱高就是要常常为你所关心的人跪下来为他什么祷告跪下来祷告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很谦卑的
所以你很谦卑，把你所关心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咱来看上帝安怎来做拣选的工作、拣选的工作。所以第四道是啥物呢？是你的脚底皮要高，脚底皮要够厚，就是陪人家多走那另外一里路啊。福音啊，绝对不是廉价的福音啊，福音啊是重价。所以我们的上帝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然后为全人类付上这样极大的代价，所以他是用重价把我买赎回来的。所以今嘛现代的基督徒哦，上歹哦，不能说上歹哦，最难付上的那个代价是什么？时间，金钱绝对不是。所以呢，咱小等下哦，咱教会有个主日的程序啊，所以咱哦都有备好啊，将咱的奉献的钱啊，放在咱的那底啊，所以呢，照这个程序跑，所以大家呢就很习惯性的。时间到了，程序到了，然后主领者长老就讲了，我们来奉献，所以你就从口袋里面把你预备好的钱就拿出来奉献了。可是今日牧师讲，某某人，咱今日聚会煞，咱来去看多一个人好，所以你有很多的理由，对吧？你有很多的借口，因为你时间，因为你觉得你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关心人的灵魂。所以你期不期待我们一家都是人呢？所以你看，但是我们教会呢还有空位置在那边，所以咱台府等的人买总家的位置啊，坐满，对吗？华语的也是一样，要把它坐满。所以我们一家都是人，所以我们主内都称为弟兄姐妹，不是吗？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他的丰富会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恩典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咱来带着事后出去，所以咱来带着事后出去，所以求主差遣咱出去受伊的庄稼，唔免惊。耶稣已经互咱有宽便，会当赶邪神医治逐款的镜头甲病症。所以咱拄则伫读的时阵，读到第9章35到38节，然后第10章第1节的时阵，第9章35节到38节，就是耶稣伫甲伊门徒的教示内底所讲的哦，然后耶稣要做的代志。但是咱看到第10章第1节的时阵，耶稣毋是讲的就煞，耶稣讲了的时阵呢，耶稣将伊的权柄予伊的门徒。所以各位兄弟，伫你身上，你有上帝予你的权柄，你信得过神吗？你相不相信？你已经有上帝伫你身上赐予你的权柄，所以你是有气力的人。只是有时候我们懒惰跟软弱了，拍谁哦？拿着麦克风就叫炮台哦。但是该讲的嘛是爱讲对吧？真理就是要传讲。所以有时候我们懒惰了，有时候我们软弱了。但是我们不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因为上帝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上帝什么时候能力会在我们里面呢？所以咱拄仔讲马太第10章第1节，已经甲气力予伊的门徒，就是权力予伊的门徒了。所以咱什么时阵有为上帝来的权力呢？所以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所以我邀请兄弟姊妹你读我听。这里他的。所以咱看到，信心临到咱的时阵，所以信心什么时阵临到咱？就是你接受，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迄当阵。上帝信心的气力就伫咱内底，所以咱是有啥物？上帝气力的人啊！咱是有上帝气力的人，咱有上帝气力的人要做啥物呢？讲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伊做见证。国语翻出来比较蛮贴切一点啦。
为他摆上的，为他摆上。所以我们要为主的国度摆上，不是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这都是耶稣伊的信仰的路径。所以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所在。犹太全地，咱嘛看到保罗就为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然后那个所在，然后一直去到了西班牙然后当时的一个地球概念，西班牙就是地极啊，所以保罗才会有3次的布道旅行所以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内底，耶稣这段圣经是耶稣伫地上甲伊的门徒最后所讲的话，就是耶稣对人所讲的话最后的一句话。从此以后，耶稣就没有再对人说话了。所以这段话重不重要？这段话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咱是有气力的人，所以咱来将咱的为上帝领受的气力，咱来将这个气力让行出来，所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你就是代表了神。因为上帝信心的贵量在咱内底，所以咱也代表了神，所以人看到你就称你为基督徒，所以你就是代表了基督，阿门嘛。所以你走到哪里，神的灵就在那里，神的国也就在那里，所以咱来建造上帝的国。哇！所以长老教会，我都看到你们的每一间教会都会写要建立上帝的国，对吗？所以上帝的国怎么建立？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建立，是在生活当中建立。所以你的生活，所以直到天边海角，为他做什么见证？天边海角，所以这就是你的生活。所以咱在伫生活中为来做见证，所以咱爱做伙拍拼所以千万呢不要落单了，咱来做伙拍拼，受伊的增加，做伙兴旺主的。你领受到什么？好不好？我邀请你眼睛闭起来。我在甲你今日听道理的时阵，也许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明白，因为语言的关系。但是上帝的信心在咱内底，我们会打破这样的藩篱。我上帝。内底充满为伊来的快乐，咱来定定来学落伊，来分别伊的心，勇敢的往前行，向着标杆来直跑。我邀请各位兄弟为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站起来，咱用这块雪花来做咱。是。
问弟兄姊妹，要问听这个问题：你爱耶稣吗？如果你说你爱耶稣，爱是要活出来的，爱不是嘴巴里面说一说，爱是要能够实际用行动活出来。神他就是爱，他爱我们，以至于他把他的命都舍了，给我们每一个人。爱耶稣，你愿意照着他的吩咐去行吗？庄稼已经等候工人去收割，愿意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帮助我。有时候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来加添，求主来帮补，求主来扶持。咱今日伫上帝殿内底，咱来开嘴，来祈祷。上帝，你的气力爱伫我内底。上帝，你呼召阮，就是要完成你每一个人身上迄个命定跟使命，来勇敢的往前行，带着从他来的那个信心跟使命，让我们可以去收主要收成的庄稼。求主来帮助，好不好？我邀请你开口来祷告。当我们大大的张口，上帝气力、上帝信心的气力，嘛要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我邀请你大大的来张口，他的灵就大大的充满在你的身上。他要浇灌下来，他要与你同在。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在这里求主的恩膏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所以求主来加添。我知道我里面已经充满你的能力，让我有你的眼光来看我身旁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我们社区的这些邻舍们，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朋友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你自己的心意，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带着从你来的那个恩膏来跟他们来诉说上帝的大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这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彰显出那个荣耀的一个见证，以至于他们看见我就如同看见基督一样。愿圣灵的恩膏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你所拣选蒙召的儿女，让我们每一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这样的盼望、信心、能力的，让我们从我们的教会出去，从我们的家出去，从我们的职场，让我们能够来完成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命定跟呼召。所以我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不断的提醒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愿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同在的恩典。谢谢主，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献上这美好的祭，愿你来收取，愿你照着你自己极大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众人这样祷告，乃是奉靠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请坐。奉献，咱请穆桂英执事感受组执事来示献。
会上请起立，三甲来吟红线诗。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学乐你。主啊，求你的信心甲阮三甲伫地。即时阮奉献阮的金钱，是要做你事工的路用，愿你来欢喜接纳。阮的祈祷感谢，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报告，未报告的大声，咱来读今仔的金句。伫自由部的头页，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耶稣对伊的门徒讲：通修行的真济，做伊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做修行。马太福音9章38节到37节到38节，请。耶稣就伊门徒讲。报告，请掀开旧报的第1页。下周事工分配服侍人员，甲周间各团契时间内容，咱家己来看。甲顶周出席的，咱也来家己来看。掀开周报第2页。周间各团契集会，甲顶周奉献的明细，若有登台来向办公室来更正。咱掀开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欢迎基督教救助学会但以理学院林金发牧师前来本会正道，甲请安问好，请为这个事代祷。下主日财务部于中昼12点半，伫701教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小会消息：小会于每月第2周召开，中执会改于每1个月第2周单月实体会议，双月书面报告。每年5月合调7月到12月的半年度的行事历，12月份合调新年度1月到6月上半年的行事历。第933次小会讨论修订本会中职选举资格办法修订第5条第1段甲第2段、第8条第3段、第13条到14条到17条，第934次会议确认中执会的资格选举修订
无登达，并公告实施。咱搭伫4楼的办公楼拿。教会消息，教会爱餐组吼需要总铺师，有意愿的会当关怀部长来提起。7月份到9月份，新安宫信心的跳跃，欢迎来办公室领取。教界消息，德中青年部将暑假加北中、客中青年部合办传说对决宴会，内容以下咱家己来看。德中教社部净滩活动内容，咱拿家己来看。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大告。上帝稳定就甲咱做伙伫地，咱今仔日真感谢真多谢林金发牧师、阿母伫咱中间所做的分享甲见证。我想过去24冬以来所做，其实是过去咱所习惯，就讲一个教会牧师去到一个所在的服侍，无啥共款。对。下中间牧师对福音2000年运动了后，伊就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真特别，就是伊特别针对这个社会，因为工商化的关系，所以需要有人愿意伫这场顶头尽福音的责任。所以对遐来开始这个但以理学院的服侍。伫这过去24冬以来，特别伫咱的教会内底，我嘛特别要讲，就是讲伫咱的教会内底，随常嘛有稳从但以理学院毕业的学生，春燕执事就是咱但以理学院的毕业的学生，以及咱的这个博君啦吼，迄个博君长老。伊就是对但以理学院安尼经过学习了后，搁一遍投入伫教会的服侍，上时也伫咱的小会，伫咱中集会内底有真好的服侍。咱求上帝特别扶持，透过因的这个服侍，有利益伫各教会内底，上时搁较要紧的，不只是要利益教会尔，上时也是利益伫这个社会，就是看见有需要福音的所在，因的人，所以因今仔日毋是要来募款的吼，因今仔毋是要来募款，是要来募人的啦。我要当直接大家讲，因是要来募人的啦吼。所以咱若有感动，咱嘛会当欢喜来接受这个造就，特别一礼拜只有2点钟。亲近的所在，就是伫迦南教会的所在吼。愿上帝帮咱扶持，咱搁一遍用拍谱来多谢金法牧师甲丰荣牧师，伊所伫咱中间所做成的，愿上帝的祝福也甲因的工课做伙伫底，互因所看见，因带咱所见到，其实传福音不只是伫，咱嘛无可能伫教会内底讲要传什么福音，伊正是得救的人，然后咱爱出去。互更较侪人知上帝福音就伫咱中间，上帝国的关联，毋是只有停伫教会内底。愿上帝帮咱也甲因的事工做伙伫底。第二我嘛来这个介绍吼，郑宽甲约文今仔日特别有伫咱中间，因伫9月7号有要结婚。郑宽是第一遍来到咱中间，我已经甲因讲过几啊遍啦吼。9月7号因要结婚礼拜就伫咱的教会内底，咱爱恭喜因，嘛欢迎因啦。因即摆拢伫屏东咧工课，所以生活
伫遐做礼拜拢伫屏东啦吼，所以有机会今仔日拄好即几工吼，有伫咱中间咱拍扑欢迎因，嘛爱恭喜因啦吼，恭喜因真正上帝恩典就甲因做一地，请坐，请坐吼，请坐，请坐吼。我嘛要直接恭喜民丰兄吼，我昨昏有参加民丰兄迄个今日吼中信，伊伫12月7號嘛要伫咱的教会来举行结婚礼拜，所以昨昏是提亲宴啦吼，对，迄个提亲啦，双方亲人第一遍见面，既然爱牧师去啦吼，所以我着真厚面皮，着去食饭啊啦吼，咱爱多谢民丰兄吼，伫咱中间吼今日昨昏提亲啦，吼所以我真厚面皮，着去来邀请去来食饭啊啦吼。不过咱真正会恭喜，愿上帝帮咱夫妻祝福，互咱的教会日日加添人数以外，更要紧的是，这个祝福就临到每一个家庭内底。上尾一项代志要甲大家分享，就是我的佩斯牧师的阿嬷。伫前天来过身，伊是目前是101岁，所以是真无破病啦吼，就是真自然，上尾就是无食就真自然，因为伊到过去的时阵，佫会行、会食、会活动、会讲话，啥物货拢真好势吼。101岁就伫新竹，阮拄仔即2天咧参详伊的特别式的过程。不过因为迄个吴牧师到的第2啊吼，吴牧师吼所以真歹势，我因兜的顺序吼排行我佫查袂清楚啦吼。不过不管安怎，大伯有意见啦，吼，因是客家人。所以大伯有意见，所以后来本来有征求，望讲要伫咱的教会举行特别式，总是即2天佫有真侪变化，真歹势吼。所以会伫后礼拜来进行，总是可能就无特别请咱大家，若有中佫有改变啦吼，我会私底下放伫即个咱的报告内底，不过就是讲，请咱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毋望个别式还是丧事，是造成内底的和谐甲祝福，毋是冤家。因是真烦恼，彼此兄弟啊吼，到尾啊为着办这项代志吼，煞无往来吼，就废去啊。所以咱基督徒就是要做成平安甲祝福的所在，所以为着这个代志，求上帝特别怜悯，也帮助夫妻。所以我直接简单来逐大报告。本来确实阮已经有定，我嘛征求小会员的同意，想讲要伫后礼拜六伫咱的教会。不过这个阮早起时佫有变化，透早起来佫接到这个代志吼所以真要特别打咱的小会员多谢，嘛要打咱的信乐队多谢吼，佫有一寡变化阮爱尊重啊，因为是谁爱尊重时代的决定，所以尊重这个时代的决定请咱为阮祈祷就好所以续来即礼拜会有一寡讨论甲办理丧事的代志会当做啥，咱就尽量斗3天。我直接爱多谢咱大家。上迎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会将7日吟专首，吟完上专首，请林牧师来咱祝祷。
站立，领受从上头来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时刻临到弟兄姊妹的身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请坐。圣乐队祝歌平安，甲你同行。电乐灭倒。咱互相请安问好，耶稣听你，行平安的。